继续来看国道1号瓦境嘉义民雄交流道的所在，发生重大的车祸。一个31岁女驾驶伫高速公路顶，甲一台修理车相压。本来只是一件小车祸，但是害你这个女驾驶落车找对方来理论，结果互后壁驶到位的另外一台车弄一个头壳受重伤，当场就无开咯。 救护车赶到位，紧甲人拎上车，一路开到病院，紧送入去急诊室。火到事发的现场就伫国道1号就北瓦境嘉义县民雄交流道的路段，发生3台车的事故。当时31岁女驾驶伫国道上甲一台旅行车相撞，伊落车找对方理论的时阵，就徛伫中线的车路，去后面另外一台轿车撞到，女子的头部受重伤。 抢救了后也是死亡。国道警察队呼吁，伫国道上发生车祸，爱先把车停去路径。人员下车暂护栏外面安全的出所。如果车辆受损严重，或是人员有受伤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在车子的后方100公尺处摆设故障标志，警示后方的来车。无论是伫国道，也是伫平面道路，甲人发生车祸意外。 千万唔能徛伫车路的，这是真危险的。第一时间一定要赶紧报警处理。